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4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以斯帖记第9章第1到第5、18到23节，路加福音第12章第4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公开宣认。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或是说基督的跟随者，在初代教会时期是非常困难的。有几个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当初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被视为是一个新兴的宗教，在犹太人或是说犹太教眼光来讲，它是一个背叛的，是违反犹太教的一个分子。后来也因为耶稣基督被送到比拉多面前受审，那个罪名是政治犯因为政治犯的跟随者也会受同样的刑罚，所以当时候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门徒们通通四散躲避。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也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身尸到哪里去了，门徒们也因为耶稣被埋葬而失望而害怕。对于耶稣基督复活的显现，让犹太教的领袖们更处心积虑的迫害教会，并跟基督徒。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压迫者的例子，他代表着犹太教当权派的压迫。要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或是基督的跟随者，的确是非常困难的。在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彼得，他就曾经3次否认基督。犹太人好几次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就是被逼迫，无论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，被强迫要拜王的偶像。一旦以色列表明了自己的信仰立场，不拜这个偶像，他们就开始被逼迫了。以斯帖记的记载，当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。哈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压迫以色列人，甚至他出手设计想要灭绝以色列的全族。但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压迫而向恶势力来妥协，也因为这样子，以色列人就蒙受了被灭、被压迫的压力。他们所依靠的是上帝的保守，当然呢，这是需要信心的。因为相信，因为依赖上帝，所以他们得以胜过迫害他们的仇敌。以斯帖记的第9章记载了，原本要灭族的犹太人得以翻转他们的境况，也让设计要灭以色列全族的坏人呢，反而被灭。圣经说，犹太人在全国各城的犹太区组织起来，攻击想害他们的人。各地的人都怕他们，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。事实上，所有的省级官员，包括省长、行政首长和王的家代表，他们都帮助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怕末底改。全国人都知道，现在末底改在王宫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，而且他的权势还在扩大。
因此犹太人可以随心所欲对待他们的仇敌，他们用剑攻击敌人，屠杀他们。在整个这样的事件里面，上帝翻转了犹太人的状况。末底改也将整个的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都记录了下来，并且他发送给这个亚哈水鲁王所统治里的各省的犹太人，让他们知道上帝拯救之恩。也因为这样子，犹太人他们更勇敢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，并且越在苦难的当中，他们更愿意彼此扶持，帮助穷困的人。圣经说，末底改把这些事都记录下来，发信给全亚哈水鲁王国远近各省的犹太人，告诉他们每年都要遵守亚达月14号15日为节日，因为这2天是犹太人除灭仇敌的日子。这个月是犹太人转悲痛绝望为欢喜快乐的月份，他们要守这个节日，欢宴庆祝，互赠礼物，并且救济穷人。犹太人都遵从末底改的指示，因此庆祝这个节日就成了每年的惯例。因为这样的翻转的情况，犹太人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呢，就有了一个政治的民俗节日，称为普尔节，来纪念上帝拯救之恩。在民间传统宗教兴盛的国家里面，基督徒要承认自己的信仰其实是不容易的。虽然没有当初十字架的那一种迫害，但是那一种来自传统宗教家族的压力，也并不是很容易可以忍受的，可以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。台湾100多年来的宣教史当中，很多传统宗教家庭的人也一样受到很大的压力。长久以来，有很多的台湾人到了国外留学，因为没有了这个家族的压力，也因为他们出国需要一些关心跟协助，大多数这些关心跟节制都是来自教会的关心跟协助，因此就有机会去接受到福音而改信基督，这样的人其实还蛮多的。因为基督徒的信心，这些初信的基督徒，他们也都比较愿意来承认自己的信仰。当然，一方面没有住在台湾，没有住在家里，就没有那种亲族朋友来的压力。常常有机会听到这一些第一代信徒他们的见证，他们当时候怎么样受到帮助，怎么样改信，这样的过程其实都很令人感动的。我们要怕的是谁？是人吗？是压迫吗？还是我们应当要怕上帝呢？其实基督徒除了上帝之外，应该什么都不怕。我们应该相信并且愿意公开宣认我们自己的信仰。耶稣在圣经福音书里面也这样教导我们，我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要认他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不认他。说话冒犯人子的，可以得到赦免，
但是亵渎圣灵的，不能得到赦免。人家把你们带上会堂，或是带到官长或者统治者面前受审问的时候，你们不用担心该怎么样为自己辩护，或是要说些什么话，因为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会指示你们该说的话。诗篇122篇，有人对我说，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，那时我多么兴奋。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。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，既整齐又和谐。各支族，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，都来到这里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。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，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，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。愿爱你的人都兴旺，愿你城里有和平，愿你宫里有安全。为着我的亲友，我要向耶路撒冷说，愿你平安。为着上主我们的上帝的殿宇，我要为你祈求幸福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可以借着基督的救恩来得救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勇敢的愿意在公众的面前宣认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并且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属基督美好的见证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